我是嘉寧。條片有悶有難，頂唔知講乜。今次教你一個免費嘅 YouTube 分析 AI 工具啦。除咗識聽，仲識睇呢條片添。只要撳個掣 ，AI 就會幫你完整列出每節錄音稿同鏡頭做緊啲乜嘢，咁樣分析先夠完整啊。喺 Google 揾 Google AI Studio 就可以用到最新嘅 Gemini 模型，放條 YouTube link 上去，佢就會幫你 AI 分析成條片嘅內容，再輸入你嘅指令。我嘅指令今次叫佢用表格清楚列出每一節嘅錄音稿同埋鏡頭描述，等我更加容易掌握佢講緊乜嘢同埋鏡頭想帶啲咩意思出嚟添。呢個功能簡直係打工仔同學生嘅神器，可以秒速掌握影片內容，仲可以加入 AI 嘅分析、整理等等同時引開嘅指令。今次特別教埋你一個神操作，只要打開關定，佢就可以連接上網噶啦。等 AI 先分析上網風向先，咁佢連登仔嘅通先夠到位，然之後你出 post 就唔會抽中火水啦。呢個功能做 marketing 真係方便好多㗎。我哋最新一期嘅課程將會重點教你用 Google AI Studio 入邊嘅所有功能去玩轉 marketing，然之後宣傳，撳個就得啦。